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。释法折言45。多少知识等力量，如是。此论弗入于地。知识乃是见之因，力量为施用之果。是施于用，其生之力得之机量。大海盈以百川之水，故为是机。机而弗施，清河干支，农田裂口。知识长而不用，其力何生？无量之机，故是见辅以力量等之。多少知识等于多少力量。这句话有很多前代名人在他们的名言里都是这样说的，但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对这个问题却有相反的看法。他认为多少知识等于多少力量，这是绝对的错误，因为这种观点不是真理，不符合客观实际。知识本身只是一种鉴别事物的因子，知识是实践的因地，力量是施用的一种果实，所以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就是说，它们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，将知识施用出来成力量，产生的效果才能得知，称为机量，即是积起来的一种力量，那是要产生在用上才能算数。如大海，它虽然能装一切大江大河百川的一切水，很大很大，就类于我们的知识一样，所以称为机。假使积起来没有去具体用，不去施用它，水不能施用，那么禾苗就要干枯，农田就要裂口。知识也是如此，我们把知识藏起来不用，那么哪里能找到力量的表现呢？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，积累的知识不能等于力量。无量的积就没有能量之用，要有量的积才叫有能量之用。简单一句话就是说，知识积累起来一定要起用，最后收到效果才是力量。所以积累的知识在没有用之前，不能说它等于力量。因此南摩羌佛说知识不能等于力量，这才是绝对真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